出基督的疼，互你的名得到阳光。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真多谢罗牧师的分享甲勉励。这是咱三个吟圣诗113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倚靠，所幸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愿一切挂虑，求你来投放。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三角的奉献。
请咱起立来迎奉献的时光。请坐。即时介绍甲报告，咱请王牧师。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咱逐年拢有为着总会属下一寡要紧的机构来关心奉献。真侪时阵，因为咱的总会1200几间的教会伫逐所在，咱无法度通看到遐尼宽，到底总会属下伫咧创啥物，咱嘛毋知影。事实有足侪人伫无共款的领域、无共款的所在伫咧敬拜、伫咧服侍奉主的名咧做工。毋知影兄弟，你知影咱即个时间，礼拜日9点到迄个到12点左右，长老教会。同一个时间，无共款的所在，用几个语言伫咧敬拜上帝。咱边仔即个下载是至少14种以上，至少14种语言伫咧学乐敬拜咱的上帝。这是干那长老教会。我想其他的教会无可能有遮个语言，其实拢差不多纯华语搁几间台湾话。真欢喜赖洪全牧师代表台湾新南医伫咱的中间报告，咱一面咱看不到。台湾新南医是北部的迄个牛津大学，对吧？是咱台湾北部100几年前用牛津大学的理想起造伫遐，然后伫咧训练新学者，通好传播上帝的福音。咱用热烈的掌声，甲赖牧师说一多谢咯，好无？若看到这吼，你若看到这缘投送，以前阮伫新南医呢，教阮上课的老师拢老酷酷的安尼，即摆会当看到遮尔少年倒转来，即拢伫美国12年，通欢喜。所以咱直直伫咧栽培，会记得长老教会毋是一个地区性的教会。长老教会是一个是要落实伫地方，也佫是要连接普世。所以长老教会迄个基效探甲真快去，你真正无法度想象咱教会长老教会，咱真侪人都讲长老教会已经衰落啊啦，无路用啊啦，无影。兄弟，你知影咱长老教会一年洗礼偌侪人无？咱长老教会一年洗礼偌侪人无？通常伫6000到9000几只 ，OK， 所以这是敢若洗礼。你知影讲，咱教会，比如讲英国教会，咱无洗礼，但是伫教会的出入，你若看咱逐礼拜，比如讲今仔第7夜，咱有偌侪人逐礼拜进出咱教会，来遮做礼拜，来遮参与活动，也是咱的教会，咱出咧外口伫咧。带人活动，通过各种的活动运动，伫咧将基督的信仰、圣经节传出去，也是去到伫学校，伫咧教这学生人格教育、生命教育。咱一礼拜咱接触的1000几个人，所以可能你敢若来参加礼拜日的礼拜，这1-2点钟，但是你毋知影，整个看袂到的所在，偌侪人伫遐咧祈祷，偌侪人播音的时间。所以为着咱的教会祈祷，嘛要为着台湾的正教会祈祷，爱为着台湾人代表台湾伫国际各所在伫咧参与国际事务的遮个人祈祷。咱愿上帝祝福台湾新南医。OK， 请问咱长老教会有几间新南医？你敢知？上早的台南新南医。
佫几年后就随时佫起来就台湾新学院，这拢100几年啊，这拢差不多104年啊。然后咱还佫有迄个玉山新学院，玉山新学院过去拢伫咧收原住民训练原住民的牧师。请问老李的亲人台湾汉人，要伫即马要申请玉山新学院，敢会使？会，即马已经会使啊。所以咱有3间正式的新学院，然后咱佫有一间新的圣经书院。但圣经书院牧师娘就是遐毕业，开始咧转型做其他的训练。所以咱咧讲长老教会咱真正咱爱求主怜悯。咱事实有真大的人才库、资源库，佮包括咱有真侪的资产、土地，要安怎甲遮伊无好好使用的，真正会当新生代直直受训练、装备各种无共款的人起来了，会当善用上帝国的资源。OK， 倒转来看这个报告。等下礼拜三花语堂要调开东江会，愿上帝祝福咱花语的事工。这礼拜拜五蔡牧堂牧师佮继续伫咱中间的专题演讲。我要请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尽量你来接受装备。那假使你时间直直规年冬天拢无拨出来，我拢真担心，社会嘛真担心，将来要用什么基础来带领即间有潜在的教会，所以毋是用个人的意见较想法伫咧带领上帝的教会，逐个人拢爱谦卑落来，欢喜受装备。咱教会永福教会当讲是相当准备真侪好的工师伫咱中间伫咧装备咱的，所以请你若会当，无论你是啥物人，包括外口的朋友，拢会当来。所以拜托咱真侪时阵，咱无当去到真远受造就，请你好好把握咱家己教会训练，甲中会伫中华遮的各种的训练工。后礼拜是啥物节？感恩节。拜托好好准备，你爱感谢上帝伫过去一年的中间，咱有真侪祈祷，咱有真侪祈愿，咱有真侪惊吓不安。但上帝，你会当看见，上帝拢伫恬静的中间，直直伫咧引带保守咱。真侪人下完了，拢袂记得了。伫惊吓的中间的祈祷，上帝嘛甲你带过啦，怎拢袂记得去？咱基督徒真容易陷落伫遐。后礼拜，我要请几个人伫咱中间讲短，伊的感谢。所以请准备心。咱逐个人应该拢爱讲感谢的话，感恩做上帝的恩典，你会拿体会，好无？所以后礼拜来，你会看到伫咱的周报页一个红包袋啊。后礼拜的奉献，咱会摕来到面顶奉献。咱真正要用敬虔的心，上帝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听我、引带我、听我的祈祷，保守我的家族。所以后礼拜咱有准备，后礼拜要食大餐哦。下早起你小可食一个适当的就好，嘛袂使安尼讲，你食有饱，再过来食火鸡。后礼拜咱就准备10只火鸡，10只的火鸡。咱来感谢上帝，咱拜四伫县政府头前准备5只火鸡。去年准备4只，连伊食到剩骨头，连骨头都互摕去。今年准备5只，5只佫无够，佫食到骨头佫完全无了了。所以明年伫县政府头前遐，是毋是要佫增加？真正真多谢潘长老、郭长老、长老娘，甲伊的团队伫遐斗3工。咱一年伫遐带领整个中华的圣诞的气氛、感恩的气氛，请咱迄个兄弟同工，大家为着对外福音的宣扬来祈祷。咱要伫即个遮，我毋知伫遮有几位。咱拜四教会派一团太鼓团，中辈金陵的太鼓团去遐表演，引起真侪扑仔声。咱只往那甲遮个太鼓团的拍一个扑仔咧，好毋好？咱教会有囡仔的太鼓，迄个后礼拜感恩节，咱要看小朋友的太鼓。
拜时咱派迄个中辈的太鼓出去外口表演，即摆已经搁接到明年12月，这中辈的太鼓已经帮邀请出去外口表演啦，要趁外快啊，袂歹。所以各位，咱教会办足侪活动，有一寡遐已经退缩，人格退缩，甚至长辈已经退休久了，无咧甲人讲话，无啥会晓讲话，僵硬去。即个即摆来参加，这种直直活起来。永福教会是一个丰富生命、佮改造生命的所在。真多谢昨昏伫咱教育长老教育组这边安排咱出去台中圣爱山庄的训练。真多谢遐个讲师曾浩成牧师。陈永文牧师，逐个人伫遐有一个真水用太子的方式伫遐咧安静咱，然后思考，要安怎有份伫上帝国福音的传扬。这团契一寡时间，请咱家己看。各团契请踊跃参加，嘛爱派出去参加咱的中会、总会各种的训练甲活动，咱咧诚做因中间的一体。具体中间汉朝兄受主警调。后壁也阁有12月初1个迄个个别礼拜，愿上帝安慰家族，特别咱的肃庆者，咱看到肃庆者实在互咱感谢吼，真勇敢，真独立，这个背后看到伊的信仰的徛在，定国长老因妈妈安息，明仔早起9点半。明仔早起9点半，伫咱1楼有瞻仰献花的礼拜，所以请兄弟来当。明仔早起9点半，然后因会到12月初8，伫咱教会举行个别礼拜。因妈妈是花坛教会的名誉长老，永暗特别，咱已经准备真久，要伫迄个县政府头前。圣诞点灯，所以请咱有百人合唱，所有的兄弟，若会当邀请你伫7点以前，兄弟7点以前来去县政府头前，咱要甲迄个10公尺悬的圣诞树，咱要甲点起来。总是百人合唱，咱伫5点半、5点以后，你就会当来，通好准备食便当，然后咱爱甲迄个40几个小提琴手。玉仙老师带迄个小提琴手弦乐团，咱咧甲因配合第一摆配合吼，所以配合了就要献唱啊，所以请遮个百人合唱，你若会当过去你有几摆若无拢伫遐，因暗你原来会当来吼，我也阁相信咱侪人伫参与的中间，咱有份甲即个福音的精声直直撒出去。这个迄个教界的训练，原来请咱参与。特别伫遮要鼓励一项，兄弟中间，你若有青年，教会青年30岁以内，特别咱的青年社青，若会当鼓励去参加法国的泰泽的训练。伫遐有超一礼拜久，去法国甲遮国际人士做一个真好属灵的训练。6万几箍，然后总会阁出2万几。我想若是咱的教会，你普通是有伫即个遮伫咧聚会的青年，30岁以内，我想咱教会一个人原来出1万箍。要紧就是要互咱的青年有机会伫青年时代，就是受各种的装备，将来要来丰富咱教会的领导群。请即个咱踊跃为着咱教会客照班。长照班遮个各种咱关心带导。伫遮我要讲，拄则礼拜前你有看到一幕咱来为着迄个赵美姐甲洪辉兄祈祷。真正厝内有即个查某囝是因真大的担，不过3个大斗阵。特别是即个季节，是人的情绪较无稳定。这是咱一家人，
圣经讲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这是咱家己厝内人，所以咱都会当知影，招美者定定咱看到笑眯眯伫咱的中间，背后逐个人担的担拢真重，所以耶稣讲劳苦背重的拢来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耶稣是甲所有这背重的人，甲咱逐个人担的这拢甲咱招来到伊面前，招来到伊面前，意思是上帝关心你 ，He cares。然后招来到伊面前是教会兄弟，逐个人爱成做一体。这个时，请咱为着整个教会，咱三甲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我满心感谢，互永福教会会当成做蒙恩的一间教会。受起造伫遮59年啦，一定有上帝你特别的旨意伫遮。早前50几年前，历代遮的长老、执事、团契干部、牧者、传道，因伫遮所野落、所坚持的，愿即个根据神所建立的教会，伊的基业哪摊？阮的子孙无论对遮朋友出来散到伫什么所在去国内外，上帝啊，互遮的人永远牵条上帝，永远用信心望疼心过日子。上帝啊，伫阮的教会中间有真侪年老的人，甚至年老到无法度通好甲阮三甲伫遮敬拜。因少年的时，因中年的时，因壮年的时，兼采伫阮的教会付出足侪，但是今仔日已经无法度来到伫遮。愿上帝你施阮的手伫因的顶面。因虽然无法度伫遮，但是上帝的听也搁伫遐，阮的祈祷嘛伫遐。伫阮的教会中间有一寡人身体欠安，上帝啊，愿你医治。阮有人失落因的亲人，上帝啊，伫圣神的内面恳求你施落安慰。阮恳求你特别甲洪伟兄、赵美姐三甲同在，愿你安慰因的心，无因为安尼来见笑，是因为安尼知，阮真人知，恁担的担真重。阮要甲恁三甲做一体，上帝的安慰伫恁的中间，伊拢知，伊要出去恁的目屎，愿上帝嘛安静恁的查某囝。阮要恳求上帝，施落恩惠甲权柄，建立你正教会伫逐所在的宣福音的传播，嘛有新南院，无论是台湾新南院、台南新南院、玉山新南院、新竹圣经书院，遮个教育单位真正会当为着上帝国栽培优秀的工头，佮投入伫建立教会、传播福音、服务社区，互台湾即个都市会当得到徛在，为着国内的选举，上帝啊，互有能力的人起来，互清起心肝的人起来，互真正疼台湾的人起来，互台湾真正会当用台湾的名徛在伫世界。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即时咱来吟圣诗484首，圣诗484首，创造宇宙生神上帝，创造宇宙生神上帝，天开天甲地，一切生命活气源头，无分大甲小。你有警调服侍团队，伸手来牵绳，万国真光照光远。全地得光明，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咱请罗牧师来祝祷。
较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殿角。咱迄个张爸爸、东升兄，即马入院伫732、733、733，我若即边准备要开刀，三地祈祷，三关心。伟达，加油！上帝与你同在。